智慧，讲台语，黑爸班。来，欢迎咱第一组的来宾家庭，咱董家。七八班，偌大声，讲正大声。好啦，有听到就是正大声啦。多谢第一组的来宾家庭，欢迎咱七个，七啊，金光闪闪。咱是当然是金光闪闪，咱今晚就手擂台。请，来，谢你。大家来啊！谢你。好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，今日介绍阮这组的来宾，是真罕的会当甲请来。哎呦，嘿，咱的舞蹈游动啦，哎呀，运动。是。我今日带这组啊，拢是足有学问，啊，第一讲了足好，读足侪册，哎呦，拢是书啦。拢是书，什么书？一见面就书。嘿，袂当讲书啦，你是爱欠伊哦，是。啊，我这是心理书。哦，心理书啦，第一位对有着咱的心理书，嘿，啊，咱的名是叫做批文。批文呐，啊，第二部的这小兰有书。哦，有书哦，欢迎啊，小兰有书。嘿，啊，最后这位是钢书，老钢书。老钢书，中炉啊，中炉。哦，欢迎中炉。哦，我甲恁讲哦，阮即马拢点无讲话哦。系啊，等下迄边青的，恁就知影是什么厉害啊。你迄边是输啦，阮这边是青，我年青呢。来，咱来看着我年青呢，来专门照顾迄个又上青的啦。哦，对啦，咱红姨啦，幼音啦，嘿，欢迎咱队长七哥哥。七哥哥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青。我今仔日呢，唔是带阮厝内底的人，我带阮家族内底的人，阮是悠悠家族嘛。你看有青嘛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特。哦，台语真好。英特咧是台南人。哦，台南人。啊，因爸爸知影今仔日要来上这个节目讲吼，啊，无摕到100万吼，就免转去啊。这严格。话讲生笑，是。他边啊这位呢叫做混蕊姐姐。混蕊姐姐，我叫做混蕊。哇，高水。莫看伊安尼敢若超温柔的哦，以后是做兵退伍的哦。哈，真正哦。嘿，做兵，哎呦，做兵，安尼。哦，武力挺身啊，你哦，真的假？真的。做几年兵4年啊。安尼甲行咧者。辛苦。嘿，啊，过来咧，阮搁边啊这位呢叫做史家果，百香果姐。嘿，啊，伊咧是咱悠悠家族内底算上幼气的其中一个啊。是。啊，今日应该是真精彩。我感觉应该是趣味啦。唔对，趣味是上重要的。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我想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会晓讲台语，互你知天文捌地理，知识丰富，无得比哦。嘿，无得比。真正知天文啦，吼，知地理啦，吼，这是咱老师吼，咱的迄个中国啊，加讲就好啊，吼。对啦，啊，不过吼，为着要摕这100万，讲实在有影吼，嘛是无简单的。无简单，因为咱还要过几关，上无爱过3关呐。3关。嘿，今仔日是咱的初赛。是。嘿，一旦今仔日吼赢，会使进入咱的复赛。复赛哦。过来就是决赛，总冠军第一摕到奖金100万哦。嘿，这个就看恁两队哦，打一场啊，去咱的复赛哦。有影。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挖大饼，是好，这个回合西瓜挖大饼，台语新词大调查，没错是啥物会叫做台语新词大调查咧？哦，我来甲两队解说一下，譬如讲无人机。哦，这是新的物件对吧？但是台语拢无出现过，啊，咱要安怎讲？所以这个新词咱就来调查，大家上爱讲的，看是倒一个讲法，才是上侪人会接受的。好，先把基础提起来啊！加油加油哦！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老师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问
摇摆州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摇摆州来美秀这边是洋海州。哎呦，摇嘛嘿摇，爱伊的海，你甲看，伊个看安尼无，伊会海来海去，摇摆嘿所以我是摇海州。啊，阿雄，我感觉应该是用意思来讲，游离州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有当时啊，你想要投一个，有当时啊，你想要投迄个，所以你就是游离分子，行来行去，游离州。哦，不过你有一个游咧，哎，游离州嘿，是不是想来想去，嘿，啊，不过我的是海咧，啊，我的是游咧。我的是想啦。哦嘿，不过打者是上侪人讲的咧，到底是我的摇海州，啊，是我的游离州。来，咱两队车选择，必须阿雄，边一边。起落来哦！哦，风险分落开是上巧的啦。哦，厉害。是，风险分落开哦。好，来，咱看咱这边的，咱的游动是我是感觉有海州，有海州，因为迄个图是迄个荡秋千呐。嘿，那我想讲，应该这个图应该有意思哦。因为游对，真巧哦。好，啊那咱这边的咧，上的咧。因为拄啊上过讲游离分子，所以阮感觉讲选来选去，可能该选游离分子，就选游离州。对。是好，来这边拢有答案嘛，甲风险分开，啊来这边拢选我，你会感觉我的摇海敢若较对吼？嘿，嘿有两个理由，头一个理由就是阮嘛是看图，啊，你嘛是看图，因为图就是安尼，海来海去的感觉。啊，第二个是，拄啊老师咧出题目的时阵，感觉敢若有讲到游海州的感觉。好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哎，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游离州。伊也未决定讲伊要选倒一位候选人嘛，吼，所以伊的票啊真歹按算，伊会看这办事来做最后的决定，吼啊，所以有的人就讲啊，伊的票该哪，该游离。啊，所以就讲哎是游离州，啊，有人讲伊的立场甲咧哪，搁伫遐摇摆嘛，啊，搁伫遐摇海，所以嘛有人讲是摇海州。咱做出来结果，游离州有55.6%的人选，啊，摇海州是44.4%，的人选。哦，用这种来理解咱的台语新词啦。对，好，来后一题啊哦，今嘛到第二题了，来请出销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键盘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键盘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拍字盘。你甲看，咱的盘拍出来，是毋是拢有字伫顶面？对，咱就用手安尼拍。吼，哦，就敢若是拍的感觉。拍字就对。嘿，我就是拍字盘。阿雄，我的答案是起盘。起盘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的英文是 keyboard 嘛。啊，但是你看伊迄个。顶管是命一个一个，敢若喙齿一起一起，哦，伊就是用迄个形加迄个音，起盘。所以我的是用手拍你的你是，对，啊你的是用迄个形一起盘。哦，不过这搭上侪人讲的是倒一个，是我的拍字盘，啊是我的起盘咧。好来，两队来请选择，必须阿雄边一边。对啦，风险甲分贵做分数啊啦，是无唔对。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我即马来问一个咱的培文，就是一起，伊的形就是一起嘛。啊，你啥呢？连起来干嘛？甲英文差不多对吧？对，较贵气啦。哦，讲了真好。真正咱有当时学台语嘛，真正较贵气较好啦。较贵气对啊。哎呀，你起盘甲拍手盘，起盘就讲足顺的啊。足顺的啊。哦，好，啊那我的咧。我是选迄个拍字盘，因为讲这就是拍字的工具安尼。起盘我会当作想是咧用喙齿的迄个盘安尼。哦，嘛有人用这种认为哦，吼，迄画面呐，咱家己想的画面。这就台语古锥的所在，你通用画面去想迄台语要安怎讲这个新词。好，好来，咱的青青。阮选的是拍字盘，拍字盘。因为我感觉伊就是伊的功能，就是爱拍字的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哎，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起盘。
拄则咱主持人已经解释了真好吼，咱英语这个键盘是讲 keyboard 嘛，啊，所以这键盘伊啊啦，较挖音。哦，啊嘛较挖的意思啦吼，因为有拍字的功能的这种 keyboard 吼，啊，迄个所以咱做出来结果，这个 keyboard 有51.3%的人选，啊，拍字盘是48.7%的人选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来，上尾啊一题啊！加油哦！来，咱请促销，即摆两边拢有分数啊哦，真好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加密货币的代语？倒一个上侪人讲，好，来，谢谢老师。美术这边的答案是暗美绘笔，哦，是啥人叫暗美绘笔咧？你看迄字，你有啥样？伊叫什么话？加密货币。嘿，你看伊看起来就感觉较神秘的感觉，是啊，就是看起来咱敢有咱咧看看迄种感，暗看，嘿，暗看就好啊，就暗密绘笔。是，啊那阿雄我这边就是密码绘笔。所以你嘛是要暗看伊来。加密就是秘密嘛。哦，哎，我这就是秘密的绘笔，不要看到。哦，到底是暗看，还是秘密来看咧？哦，搭一个上侪人讲咧，是我的暗码绘笔，还是我的密码绘笔？来，咱两边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演一边。歹选啊哦。是来哦。哦，红笔掉啊吼！我感觉迄个拢迄个暗码听起来较厉害，因为这是一个较新的加密货币安尼。是。啊，暗码听起来这个物件较神秘，所以阮就定迄个暗码绘笔。啊，来，阮有懂咧。啊，志先甲问者，你有买无？我是感觉密码较定咧咧讲密码啊。是。然后咧讲的时阵，应该选迄落，可能大家会选迄落较。定定咧讲的，我是感觉人咧选的时阵，可能会选迄落定定咧讲的。我是感觉暗码较厉害，不过那个密码，密码是真厉害，爱有账号。哦，尴尬，啊叫你登记嘛，登记才通开啊。这嘛是对，一个免登记，一个爱登记。一个无共款的角度。嘿，是啊，不过两边拢会当讲啦，吼，是看搭一个讲较济啦，哈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感觉是我。来，正确的答案是美术的暗码绘笔。咱这个加密货币吼，伊是一种吼使用这种密码学啦、密码学的原理来保障咱的买卖安全的这种绘笔吼。啊，所以迄个就有人甲迄个翻做这个密码绘笔，吼啊嘛有人讲是暗码绘笔。啊，这个因为迄个密码其实迄个咱是用华语直接翻啦。啊你啊较迄个靠台语开口来讲，哦，这是一种啥暗码暗无啥。迄个暗号的意思，啊，这码就是啥密码，吼啊，所以咱算出来结果，这个密码绘笔是43.4%的人选，啊，暗码绘笔有56.6%的人选。好，今来看咱的分数，嘿，看咱的总价，今嘛有3000，真好，啊，咱的起价咧，今嘛有3000哦。好，今来咱的第二回合。AI 试公机，嘿 ，AI 试公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哦，今日要看过去哦。不过规则先讲者规则。咱这回合拢总有4题。4题。嘿，啊，一题3000，每一个人拢会来有机会来答。你若拢会晓，就要得到12000哦。12000，啊，塔第一回合的哦，甲塔起嚟的哦。对。是，啊，咱即摆 AI 吼拢真流行嘛，以后拢会慢慢啊行去 AI 啦。对。你有看过相片有无？有当时啊，咱就是安尼拍尔对无？啊，毋过即摆会当叮当。哦，迄看足感动的，你会想到哦，阿公阿嬷啦吼，迄相片以前咱慢慢看过，啊，毋过伊甲咱有安尼互动安尼，你会感觉哦，足温暖，足温暖的。啊，阮就是要带恁过去看迄边，毋过今日我看啥我是毋知影啦。上个无定就是这哦，咱先提示者。好，来，先甲大家小提示一下吼，咱头一个所在要带大家去看是古早一个重要的港口，伊毋但运地米嘛运樟脑。
哦，哎，这是一个港口，你看吼。哦，真水。这是看石龙真出名的一个所在，叫做河尾。啊，你敢知伊是即卖什么所在呢？可能是淡水。淡水，你有看到红墙仔吗？无呢。哦，看石龙上有名的河尾，请问是即卖什么所在呢？咱头一个所在要带大家去看，是古早一个重要的港口，伊唔但运地米，嘛运樟脑。好来，咱今日要去倒咧，咱请看。哦，哎，这是一个港口，你看吼。哦，真水。哇，涂骹拢全是物件啦。哇，人嘛足多呢。以前安尼就是一个港口啊。对啊。哦，人袂少呢。嘿啊。哦。哇，3张相片带你行去过去吼。对。是，好来，不过阮咧还袂出题哦。是。好，等你若听到出题了，你若知影，你就紧甲吹落去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是，请问，这是看石龙真出名的一个所在，叫做河尾。啊，你敢知伊是即卖什么所在呢？河尾哦。好来，咱请收答。来，有懂。可能是淡水。淡水。我嘛唔知啊，我是想讲看，下阳可能是淡水的。你有看到红墙仔吗？无呢。无听到就是淡水可能淡水啊，因为会使做这个进出口的所在，以前就是这几个所在，无着台南，无着台北的。你有印象遐常看石龙无？会使，就是遐会使看石龙。嘿，面拢真水，无听到就是淡水哦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有同搁讲一遍。有同搁讲一遍。好来，老师淡水对唔对？来，分数我加入去。恭喜得到3000咯！这个河尾吼，伊是这个淡水的旧地名啦，吼。啊，伫19世纪的时阵，这个淡水是咱台湾北部上大的商港，吼，上大的商港，所以就请真侪这个外国商船，吼，来遮呐做生意，吼，所以淡水遮就设真侪这外国洋行，吼。啊，伫影片咱有看到啥？看到迄个淡水河。顶有啥？有这船只咧出入，啊，这河边有人伫遐洗衫，对不对？吼，哎，即嘛是咱北台湾哦，真出名这观光景点，哦，唔啦啥，有山有水啦，吼，啊，搁有啥？搁有真侪古迹，通好欣赏。好，来，咱这边3000，这边6000哦。录起来哦，差一个哦。加油哦！好，咱就白手啊哦，不要紧，咱记得换人。好，第2位啊，是第2位，咱即马就爱先问一下，是我对好做兵这种代志足好奇的，嘿，查某囡仔去做兵其实真麻烦，吼，咱的迄落啊生理都拢爱顾着，生理上都无共款啦，会辛苦无？一开始会足辛苦的，啊，毋过就是撑过。经过就好啦，经过就好了。是，其实有真侪查某囡仔想要去做兵，嘿，啊，伊做4年对无？4年外。4年外，啊，毋过阮等下要看嘛，毋是做兵。啊，看个更较清。嘿，来，咱看清先，提示互人，互伊看较清，上个。这个所在吼，等一下吼，甲恁讲，恁若是无去过，都无算是台湾人哦。哈，这严重哦！哦，无去过就无算是台湾人哦。非常的有名。哎呦，非常的有名，想一个哦吼。好，来，今日要去倒位咧？咱请看。哦，火车哦，坐火车。会愈来愈明显哦。哦，你看青烟，你看火车头青烟。啊边啊拢是树啊哦，重点是这讲到这哦。看迄树啊遮大坑，你就知影啦。哦，有影3张演变的相片，非常清楚，互你看过去哈。是好来，会记，甲喙记哩哦。喙记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
请问这个以日出剃刀新木出名的所在，就是咱即摆倒位咧？来，来，咱南国先。这就是迄个阿里山嘉义阿里山的所在。你看到啥？我看到迄个铁基路，有火车有迄个铁基路，去阿里山一定要坐咱的小火车，所以我看到啊，这应该就是阿里山。是安尼，我就看到迄大新木大火山嘛。对，所以来你的答案是。迄个嘉义阿里山。好，来老师，阿里山对唔对？哇，高！好，来将后分数过来。阿里山伫咱台湾的嘉义县啦，吼，是咱台湾最有名的风景区，所以你看咱拄则主持人讲啊啦，台湾人一定爱去，吼。是。咱伫影片内底有看到啥？看到这个铁基路，甲咱的森林火车，有这个森林火车通坐，所以声真济外国的观光客来遮看啥？看日出，看云海，看红霞，红霞就是晚霞啦，吼。加啥？因拄有讲到珍贵的新木，2025年过互啥？这个纽约时报选做全世界有52个你一定爱去的所在，咱阿里山就是其中一个。真好。好，来，咱今晚分数愈远啊咧，咱这边青的，咱来加油咧，加油！不要紧，后组还有2个哦。好，来，记得哦，换人。好，来，今晚咱上紧张的，咱是天价啦，咱的是结果姐姐，咱加油呢。好，我加油。加油！好来哦，上个咱先提示一下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去看是1960年代宜兰梅花湖。哎呦，我的故乡呢，梅花湖。来，斟酌看哦。今日咱要去倒位咧？来，请看。规定的呢。我有印象这种的咧，以前拢伫学遐。系啊。哎呦哇，这厉害！那会使这厉害啊？是，行路过够影呢。是，不过咱还袂出题哦，唔知要问啥货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这是1960年代梅花湖，才早看到因吼手挂一个篮，是去水源地咧创啥咧？挂篮去水源地创啥咧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分。洗衫。啊，去洗衫。洗衫。确定。洗衫。好，来，老师洗衫对唔对？来，恭喜！来分数。恭喜哦，我得到3000咯。1960年代，迄阵啦，洗衫机阁无介普遍嘛，吼，所以若要洗衫的这个查某人，伊得找啥有水的所在，比如讲迄个河边啦、溪边啦、湖边啦，吼，遐去洗衫。因伫影片内底有看到啥8查某人，因伫啥水源地洗衫，吼，其中2个洗好啊，你有看到一个寒篮，对啊，一个寒啥寒骹踏，吼，要转去啊，吼，还有6个啊呐，居伫遐甲咧洗，哪洗哪开讲。伫遐呐，讲天讲地，讲后遐讲饭咧，哇，看开干呐，不知趣味哦。是啊，嘿啊，而且遐妈妈拢会去溪边啊，无就是去咱水源地遐洗开讲，讲厝的安那，讲囡仔安那啦，拍囝啦，对，因的出口就是伫遐啦，是。而且我感觉咱的题目真古锥的，问的吼，有当时啊，唔是地点哦，是爱斟酌看哦，不要紧，咱各有分数，免烦恼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各最后一位哦，来，记得换人。即摆分数愈来愈远呢。无紧啊。是，我是希望讲咱樱桃姐姐，咱来加油，手较紧的哦，你拄仔嘛试过啊，无问题。是，阿如，水姑娘啊，坐你的边啊。阿如，咱万里啊呢，小牛一个啊，拜托一个。对啦，提出你姐姐热情哇，是，我用一手牛伊。一手牛伊哦，咱制作单位，你两手拢卖叮当牛伊嘛，不要紧啦。
啊，咱就放一个吼，咱就手势夹卡落来啊，嘿，啊，咱就放一个。这就是台湾的林静美啦。对啦，因为咱拄啊吼，咱要无要看啥，咱看就是林静美啦。没错。是。好，来，即摆应该真紧张吼，因为分数真正毋是重要的，就是一个民主问题啦。对，一定要开市。开市啦，对，上个咱个提示者。是，刷落来吼，要互恁看是一个古早的经典的建筑。哦，经典的建筑哦，吼啊，真足看哦。今日咱要去倒位咧？来，咱请看。哇！哦，这非常的。是。来。哦，这个有较明显啦。哦。来。搁有无？过来。搁有无？啊无啊？哦，安尼应该有聊啊，看会出来虾米所在。我袂出题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是，请问吼，这是荷兰人留伫咱台湾重要的遗迹，你敢知影这是倒位咧？哦，这是倒位咧？荷兰人哦，荷兰人的遗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啊，真好。嘿，应该是伫台南。台南，袂歹。这我拢无讲哦，台南人，林静美来啊！我感觉我有去过，你去过，有印象？啊，应该是红毛亭。唔是哦，迄是淡水啦，迄是淡水哦。系啊，红毛城是淡水，台南，系3里。系啊，台南3里。喂，林静美，你家己讲啊？伊咧甲你讲，林静美咧甲你讲。恰，你真正是台南人吗？恰坎老。好，你要念叫哦。恰坎。第二字。恰坎老。哦。林静美。不要紧，改时阮就敢若会教你讲叫尔，是咱搁讲一改。恰坎老，好来，老师恰坎老对唔对？来，恰坎老的对。来，开始啊啦！来分数。又去得到3000咯。来，这条是为咱樱桃姐姐出的吼，来，因为是台南人嘛吼，来，恰坎老就伫咱即马台南的对中西区遐吼，啊，伊原底是荷兰人伫1653年起的，啊，叫做啥？Provincia 吼，就像华语讲的普罗民遮城啦吼，啊，因为是外国人起的，在地人就甲叫做啥番仔楼，也是拄则有讲到阿摩城，因为荷兰人的头前讲红嘛，讲阿摩番，所以迄两种讲法拢有吼。啊，清朝的时阵倒去，才规个甲改建的，所以咱即马看到的哦，迄个恰坎老师后来才甲改建的。是，好。所以老师拄则伊讲的真正是对的。对，叫做阿摩楼。安尼袂歹，你家己有信。阿摩城啦，我讲唔对，阿摩台南人。对。修在阿摩城。好来，即摆上重要的看这分数，过来看咧董价。董价即摆12000。来起价咧。即摆嘛有6000哦。起来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，问号来8提示，来问号内面是啥话咧？哦，甲2位报告者，问号内底代表奖金，上济15000块，上少1000块。哦，好啊，算哦。啊，那是咱的提示咧，上念一下好无？来，有囡仔歌，K，草山，头壳。肉丸哦，拿捏，夜店商店。咱讨论的时阵，拢通讲啊，咱要选倒位商店哦，可能奖金拢伫咱通讨论。啊，有一条，就敢若有一条会当救命，其实恁队长讲的时阵，拢袂当讲话，吼，队长来答，啊，就通有一条。救命哦！你通甲救一下安尼啦吼。啊，那第2个提示就是讲吼，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来选。有选就是先无定就是会变盘哦。哦，所以讲咱的分数就是这边6000，这边12000，所以讲青青的，你先选，看上济奖金伫倒位。我感觉，阮着选阮的
专中好啊。好，啥话？囡仔歌。哦，囡仔歌。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囡仔歌的奖金有偌济。哦，3千，3千嘛袂歹，咱豆豆啊插起哩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囡仔歌吼，天乌乌内底，阿公爷低头骨着旋牛角，你敢知影旋牛角是啥物呢？旋牛角，伊也迄条真正趣味。时间又完咧走哦。好来。旋牛角，袂使一直笑啊！旋牛角不是动作哦。什么东西啊？应该是阿公啊，爷低头骨啊骨，骨着旋牛角是啥物咧？囡仔歌吼，天乌乌内底，阿公爷低头骨着旋牛角，你敢知影旋牛角是啥物呢？哦，来60秒的时间。旋牛角，伊也迄条真正趣味。时间又完咧走哦。好来，旋牛角是啥物呢？旋牛角，袂使一直笑啊！旋牛角不是动作哦。对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应该是旋牛角，用骨咧表示应该咧涂，还是咧迄个内底？应该捌看过。他本来应该，伊本来是要骨蚵仔嘛，对，啊就骨着一个旋牛角，旋牛角，咧烂涂还是迄个暗？迄是种物件，真营养。对，嘿对，哎比啊佫足成的呢，系啊。好安尼。你感谢这个比哦，你泥鳅嘛，这叫泥鳅。啊，台语安怎讲？这叫旋牛角，袂使你啊甲我讲台语哦，这啥？旋牛角是，这是泥鳅。泥鳅的台语安怎讲？你好溜哦，好溜，确定吗？确定哦，确定。来，好溜对唔对？恭喜得了3000咯！好，溜起来啊！好来，旋牛角就是河溜啦，拄才你有讲到无？就是华语讲的啥泥鳅吼，因为河溜伊安那，伊迄个伊的身躯无力嘛，吼，安尼骨溜瘦，啊足歹抓，啊佮足够酸呢。哦，所以叫旋牛角。会当笑啊吼！看你要选倒一个15000，你倒位？15000又济。来，草山是有名山吗？看伊的题目讲唔知影哦，袂使讲。要紧，你感觉你倒一个，还是要看你问队友无？哪里？哪里？这哪里有？你我敢袂晓。因是选地方有2种，一种是选你会晓的啦，啊一种是选感觉钱较侪啦。哦，伊会感觉哪里钱较侪啦。是，啊唔过，要紧，看你家己。啊，就算你袂晓，佮选落掉，伊就选袂掉啊。对呢。这是一种足正的袂晓，对吧？这是一种足正的概念。哪里哦？好来，咱来看者哪里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袂歹哦，袂歹哦，嘿，7000哦，今日甲弹起来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传统的染染文化，因呢部的染料吼是对食物还是为矿物来提炼出来？来，6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真简单啦，吼。哎呦，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嘿，来，应该是真简单啦，吼。植物对唔对？来，分数。终于得了7000咯，哦，袂少哦。食物吼的正音嘛吼，食物，哦，咱咧讲的食物，吼音是共款的吼。好来，咱台湾传统的这染染文化吼，用来染布的是一种啥？蓝色天然的染料，爱是为啥？大青这款食物提炼出来，亲像新北市的啥？三叠古街在三峡老街啦，吼，遐伊安那伊以前就有真侪咧提炼大青的店头，爱生产的染料哦，佮会当外销。大青唔就是大粒青？大青对。后来，今嘛真正换大粒青来算。加油哦！好来，多一个。
今日万五啊未哦。 万五还未出来，1万的嘛还未出来哦。哎，万二嘛还未哦。我系姊妹啊。来，霸王哈。霸王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霸王吗？霸王奖金有偌济？哎，嘛袂歹，豆豆啊卡起嘛。加减强。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新竹肉丸包的肉色水红红，你敢知影伊是加红枣还是加红红菜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免想啊吼。这应该捌食过啊，哦，1秒尔。你的答案是？无，因为吼，我即摆要发救人哦。因为咱分类这个伊就是承德人。哦。我感觉第三问伊上准。是，好来。是加红枣。红枣，嘿，是承德人吼。你有食过吗？有。好食，这拢红的啊。是用炸。我用炸，用煎的对啊。好来，所以你的答案是红枣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红枣对唔对？恭喜哦，得到5000了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哎，新竹肉丸吼，伊的猪肉啊内底伊是有加迄糖啦，加豆油啦吼。啊，色水的红红吼，是因为伊有加这红枣。啊，这红枣是啥呢？是红壳红曲啦。哦，伊对安那吉酒啊，剩的这个泡就是它的渣仔吼，啊做的这个调味品吼。啊，有人摕来煮啥？红枣鱼。啊，嘛有人摕来煮这红枣肉，啊气味拢真赞。好来，不过万五，万五、万二、1万拢啊未啊，搁你内底哦。好来，看啥人会摕到万五？来，商店。商店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商店的奖金有偌济？好来，万五搁差起哩，哇，这个不得了，厉害，愈有愈旺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 请问便利商店是咱台湾的骄傲，啊，你敢知影倒一国的便利商店，伊迄个密度比台湾更加悬，是世界第一的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敢无？有。那袂晓发救人哦。是会当发一救命哦。袂当紧起来，紧起来，那袂当紧起来。救命！标准标准。那个吼，日本。哎，台语。日本。你敢是？ 我拢15000块哦，敢不是香港？日本，这么出名呢吼，厉害哦，出名啦，伊即马2个答唔在算哦，是，足捌的安尼，不是对一国哦，对一国哦，多一国，哦，日本，好，日本哦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日本对不对？ 变尔啦，哎呦，最近台湾人足爱去的。是啊，万五都安尼飞去啊啦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讲到咱台湾的便利商店吼，3卡布啊5卡走就一间啦吼，伊的密度是世界出名的。啊，迄个毋过根据这个 CNN 伊的报道，到2023年的年底为止，南韩。 平均测950个人都有一间啥便利商店，哦，伊安尼密度煞比日本加台湾更较悬，伫世界是排第一的，所以是韩国。好，不要紧，万五无啥，嘛是共款，较悬，咱个扭起来就好。啊，够万二啊，够万二，够，嘛够1万哦。好，来，剩4个。这个刚才咱靠我家己啊，我算月丁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月丁的奖金有偌济？ 哦，嘿，嘛真好哦。好来，我请出题。请问宋江灯是一款武术性质的镜头，听讲伊是对倒一本小说演变而来的。宋江灯是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宋江灯。我可得过奖呢，我唔知呢。真系唔知，这足简单的呢。本小说。 甲人数有关系，想看卖，倒一本小说内底拢有讲到人数。哎，起来啊！食紧张。来，甲人数有关呢。我已经足大的提醒啊。宋江灯，甲人数有关系。人数。你还有得奖？你得什么奖？
这算肯定的种。你有去跳的对？因为我是台湾戏曲学院，戏曲学院哦，学姐。系啊，阮有去比赛。比宋江。毋过我毋知伊是为倒位来的呢。甲人数有关系。哦。中国的小说有名就迄几本尔。哎呦，你看边仔姐搁咧笑啊，姐知影。知影。毋过阮差一万尔，我就无法度甲你解释。无你甲讲啦，我伫替伊答，啊，迄落啊，伊分数你啦。分你啦。你分我一半。哎呦。安尼敢会在写安尼较好参详。阮台湾人拢足好参详。对啊。我想过一遍啊，我想到都无想到《西游记》啊，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啥有拢打。无人认这种的。这个时阵对分自己主读伤少。好来，10秒过啊，10秒过啊。哎呀，请讲。我直接先要一个《西游记》好了。哦，《西游记》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《西游记》对唔对？哎呀，真可惜。咱的阵头有啥？文阵甲武阵，啊，这宋江阵伊就是武阵，啊，啥叫宋江阵？有几种吼无同的讲法啦，啊，其中较侪人咧讲的吼是这啥？迄个水浒传内底有啥？有108的这个英雄好汉，啊，因摕这武器都无共款。吼，啊，因的头人的名就叫啥？宋江。啊，这宋江这个人啊啦，真有头壳，伊捌摆阵头去甲敌人作战，所以这宋江阵就是为《水浒传》这本小说演变来。好来，咱即马上重要就是奖金啦，吼，来3个内底有一个1万，一个12000，哎呦，头壳，好来，咱来看者头壳的奖金有偌济。了解，咱搁差去找到2万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阿达玛控股力是讲人头壳无好，啊阿达玛吼是头壳，啊控股力是什么意思咧？好来，你有10秒时间，你应该免想啦吼。对，知影就试。来，试了。控股力啊！啊，毋过我讲，我想看第一秒怎讲水泥哦，应该是安稳图，敢是安稳图？安稳图，你念较紧就好。安稳图，安稳图，赞。来，咱来看下安稳图对唔对？安尼嘛是好啦，好开头啦，1000个塔给你，就变2万咯。这只咱来宾讲的迄个安稳图水泥啦，有人讲伊是讲安稳图，这嘛对，啊嘛有人讲安门图，拢会使啦，吼。好，啊这阿达玛控股力这句话是为啥？日语来的，吼。啊这阿达玛就是咱日语的啥？头壳的意思。啊这控股力是为日语的控股力度招来的，吼，是这个安门图的意思。啊这人的头壳，哇，那亲像这安门图安尼啦，顶壳壳啦，啊袂晓变翘，啊人就会测讲，哦，你这颗吼，啊阿达玛控股力哦。高追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对，以前拢会安尼讲名，你阿达玛控股力啊，是好来，即马吼2个拢袂当控股力啊，因为剩2题尔。出一个1万，一个12000，一人一个哦，够厉害。啊，12000的你倒位我唔知啊。我唔知，嘛唔知是出什么题目，无我就亏好啊。亏，好来，咱来看者亏的奖金有偌济？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听讲落水溪的水若是清，就代表会出大代志，也是会五谷丰收咧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清，嘿，清。这若是带中华婚姻，应该拢知啦。应该知影啦。啊，毋是好代志就歹代志啊。来，你的好代志还是歹代志？我是感觉讲，伊叫落水溪嘛，对，代表讲伊应该是水足垃圾的，伊若变清气啊，安尼就会讲五谷丰收。五谷丰收，哦。也是讲，是要出大，也是讲对啊，你讲完个也是讲嘿，不要紧，我看你啦。啊，毋过若是讲伊本来是落的，啊，怎啊会变清呢？五谷丰收。五谷丰收。无，我感觉
反逻辑思考，我唔知台语要安怎讲，我来又会出大代志。哦，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哦，因为变无正常就对啦。对，本来是落，即马变清诶。哦，变清诶，好。来，咱来看一个哦，会出大代志，对唔对？冰雹，来，分数，恭喜你了万里咯！哦，我先讲一个音，五谷丰收，迄念做五谷丰收，五谷丰收是谷，五谷丰收。好，来，根据1832年这个中华县志哈内底记载，伊讲落水溪的水吼，若变清代表哪会出大代志哦。结果有影呢，吼，1862年落水溪的水拄变清3天了，就发生这个地万星翻清的事件。哦，啊，1887年水拄清无偌久，就发生这劳民团伊的下骹手人食钱，吼，啊欺负人民，引起民怨，所以这个19段就带人去啦，包围这个彰化城。哎呦，以上。后来，即马上恐怖就是咱的草山。加油！你即马若要讲对，你就赢；啊，若无你就输。啊，就好，咱加油哦！好，咱来看一个草率奖金有偌济？哦，100，来就他去了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草山改做阳明山，这个阳明吼是纪念一个人的名，还是讲遐个天气真好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是纪念一个人，还是天气真好？是3、2、1，来哦，纪念一个人，纪念一个人。哦，好，咱来看一个纪念一个人，对唔对？紧张。伊啥叫啥？草山，是因为啊，伊规个山头拢发啥草甲这官网。安尼前总统蒋介石，因为伊啊啦，伊就崇拜这王阳明。啊，王阳明是啥物人咧？伊是明朝最出名的思想家、文学家加哲学家。吼啊，蒋介石为着要纪念伊，就甲这草山改做阳明山，所以阳明这个名。是在纪念这个王阳明的，够刺激的，有搁通啊听袂歹吼，真刺激！来，咱即马看一个分数上刺激的啊，看咱董家即马有3万，啊来咱起价咧，袂歹嘛有2万人哦。好，即马今日咧1秒10,000支。1秒10,000支，看大有属意。哦，来，咱即马看者奖金有偌济？即马奖金有3万哦，袂歹。咱这回合拢用秒数的，所以讲秒数是真重要。对，3万就是有30秒，30秒咱咧秒数，咱有3题呢，安尼敢有够？无搁加30秒，变60秒好无？60秒，咱拄啊讲过3题对无？对，3题。是，所以讲咱有图互恁看。对。咱来约什么会呢？咱看迄个图吼，来约咱的俗语。来开始。来，这啥物物件？啥物件？讲一直讲，会使参详起来。来，讲出来啊！饲落就讲。迄白水手哦，亲像人迄个啥物？来，今日甲提示，啥物宗教内底啊？嘿，3万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对无？对，3题。是，所以讲咱有图互恁看。咱看迄个图吼，来约咱的俗语。俗语哦。你爱读内底看有符合迄个图的，紧甲讲出来，讲愈侪愈紧愈好。是因为秒数会愈来愈好咯啊。愈少啊。嘿，愈少是上好的啊吼。好，来上个，咱第一题，请出题。好来，请看，有5个哩。5个哩。来开始。来，这啥物物件？啥物件？讲一直讲，会使参详起来。嘿，啥物？老伙仔讲紧啊。讲出来。来，讲啊！饲落就讲。进来。来，白水手哦，亲像人迄个啥物？来，今日甲提示，啥物宗教内底啊？嘿，迄个上大是啥物？提供跳落啦。啊，进卡。来，
来，即摆咧秒数都剩哦，37秒，嘿，来天公，嘿，白草帽的，应该天公听戆人，嘿，你就看你意思都好，看你意思都好，对，好是。小伟来请出题，请看，好5个你哦，进来。好，给导游。不是，过来。哦，好酒点暗地。进卡。真好，嘿，好酒啉暗地，因为你看是一个翁啊嘛，啊好的酒拢会愈来愈少，对啊，伊够酒下骹互你看有啊，嘿，好酒啉暗地啦，是。好来，即嘛几秒？哦，即嘛够31秒，袂歹，用的时间真短哦。对。好，来，所以讲第3题啊，来请出题，来，请看。哦。背哩哦，背哩会修。囡仔，对，囡仔啊，卡称，对，囡仔卡称沙刀会。哎，什么讲嘅？囡仔卡称沙刀会。哎，进卡。哎，袂歹，囡仔卡称沙刀会啦。减一字啦，但是我算伊对啦。是，减一字。囡仔人卡称，你也看，阮后壁应该甲你画一个衫啦，叫啥沙刀会啊啦。是。哦，囡仔较唔惊寒啦。对啦。不过咱来看者，奖金有寒无？哦，嘛袂歹哦，够17000哦。好，17000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奖金，来，阮搁送你一个金牌的啦。记得哦。对。恭喜已经进入咱的复赛啊啦是。啊，那咱这边青青哥哥免惊。嘿，咱这水果园后抓再过来，再来，好，后抓有啥物水果拢个炸来。无错，这19个，19个。后来我问者，阮的油桐姐，有啥物话要讲无？哦，刚刚台语就好耍诶，我要试看卖，我会使讲台语讲偌久。哦，有比你想的较久无？因为阮足想要甲台语好好啊，甲大家教，因为大家吼接讲真正有影台语用真好听，伊个韵真水。啊，希望来遮报名参加的拢是通啊。接讲，啊，咱就一直传传。啊，大家囡仔以后拢会问爱食饭未？啊，你好，嘿，搞早，其实这就是阮的淡薄仔心愿尔啦，吼，嘿，台语拢传出去安尼啦，啊，嘛要传去，嘛是爱谢谢咱的国文老师呢。是，爱感谢咱的林淑琪林老师辛苦咯。再见，有智慧，斗阵讲台语，嘿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谢谢，感谢。下回再过来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，下回再来，恭喜。